仲有多間機構同企業向宏福苑大火受影響嘅居民捐款同募集物資，支援受災居民生活同重建家園。總部設喺北京嘅慈善團體中華慈善總會募集咗價值近7000萬人民幣嘅款項同物資。華潤集團旗下企業籌集咗毛氈、水同埋食物等等。香港中旅亦都準備好部分嘅酒店、公寓房間，為受災居民提供住宿支援。而中國移動亦都設立咗24小時服務專線協助居民，並捐款1000萬港元。多間內地企業募集嘅物資，亦都淨係陸續送到去大埔喺火災現場附近嘅東春街體育館嘅臨時庇護中心。我們2天時間招募了1200個義工，每天呢有400多個義工。我們能看到就是香港大家都是眾志成城，一心一意的就全力以赴為這個災情呢，大家投入了他自己的力量。我覺得這一點是感覺到香港是充滿了愛。內地2間支付平台，包括微信同埋支付寶，亦都分別透過旗下嘅 WeChat Pay Hong Kong 同埋 AliPay Hong Kong 開通大埔火災捐款專項通道，募集款項支援受災居民。無線電視記者蕭亞文報道。